嗱，你同我要講到自家你社會你喺度，你社經你行到自家心中你咪驚，咪擔心，咪受理。嗱，因為到咧詩篇記，因為8:8-6節樣嘅講到，上帝要幫我，上帝要給我通財，我唔會驚。係嘛？計人類社會你能夠對付我，係講上帝幫持我嚟講。嗱，所以嚟講呢個經節係上帝幫自家，上帝要喺自家內中。上帝要給一通財，自家唔是驚，但係呢，因為到呢一個詩篇記8:8-7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喺我裏邊撒，上帝幫我，熱天佢幫持我，熱天佢兜落我，熱天佢給我通財，嗱。就係樣嘢，係個上帝自家裏邊撒，上帝要通財，上帝要世界內中熱天佢幫助自家，要痛苦佢幫助你，要得失佢幫助你，要煩惱佢幫助你，而世界中自家通財，開路乜自家去善理去得勝。嗱，即係樣嘢，自家去求上帝，自家去親近嘅上帝，用謙卑嘅心嚟到佢嘅面前，嚟相信佢，佢為家通財，佢為佢自家裏邊撒。佢咪喺世間內中，就佢世間內中，自家唔是驚，因為強大嘅上帝要大家同齊，你人嘅禱告不lon總兄弟姊妹，你人嘅小病嘅心肝，你兄弟姊妹要驚要受要擔心要煩惱，你係主耶穌嘅全能嘅力量嚟跟佢同齊，手裏人嘅驚，人嘅病痛，佢能夠醫治你，能夠做聖者本你，喺耶穌基督嘅名，我禱告，你信心，你得到佢嘅聖者，阿門。